战后初期，遐世界咯是讲国民党贪污腐败啦，黄土溜本遐种出去去诱发后宫咧吼，将佢真强咧创作力吼，让佢爆发出来啦。你俩后来去想吼，哎哟，佢一家真大胆哦，危险哦，啊，因为佢个小说咯，像个波斯坦科长吼。又利用一只按照反韩剧的韩建型的人物啦，就讲战后哈换韩建的身份哈来到台湾无人敌机的啦，佢是做了接受台湾的人物啦，去接受王金钱，什么也咪接受呢，最后哈佢喊你本。因用罕见那样捞去做起来，但是人做起来的队长黄土溜是利用人队长讲出来45000万啦，人中国人是45000万人就错啦，因为有安多的罕见咯，还有安多的贪污贪官意思讲唔是2只田，人家是。4万万当时大家就系啦，国家就变了都有贪污的人嚟啦，了是佢前清的反向了中国人2000年以来最恶劣的一个地方，贪污啦，伪士人啦，佢战后了批评的作品很真多啦，係一個钦差論狀元的時代啦，我說你下。再過來看下黃土溜的名言講，撲馬屁嘅唔係文學，翻譯技法來講就係講軍法嘅勇敢嘅人，咁樣寫出來文學，真係文學。